上嘅好消息嚟啦！4月1號起，鐵路宣布對60周歲嘅旅客可以享受優惠搭火車高鐵。記得收藏啊，轉發俾你嘅爹哋媽咪啊、老友啊，以免錯過優惠啊！具體講就話，從2025年嘅4月1號起，60歲以上嘅老年人搭乘國鐵、高鐵、火車，享受積分提升福利。積分有咩用啊？積分咪可以兌換火車票咯。普通嘅旅客，你買票乘車之後咧，可以獲得票面金額5倍嘅積分，即係話我買呢個票300蚊就1500積分。但係如果你年滿60歲嘅，你買嗰個票，你坐完之後可以得票面金額15倍嘅積分，相當於我哋普通旅客嘅3倍。亦即係話咧，你用咗1000蚊坐火車，可以獲贈15000分嘅積分，100積分就相當於1蚊人民幣。兌換火車票嗰陣，你就可以慳翻150嘅。當你嘅積分首次累積達到10000分嗰陣咧，你已經已具備咗兌換嘅資格啦。記住啊，一定要先註冊並且激活會員再買票，咁先享受積分服務。如果唔係你就咁買張票，你白買㗎。舉個例啦，如果你想兌換一張廣州去湛江嘅高鐵2等咁樣算啦嚇，你用26000嘅積分，你就可以免費搭啦，你就可以換一張。仲有喎，呢個積分可以轉讓。每名會員最多可以設置8名受益人、受獎人，就唔包含你自己嚇，因為你俾人哋噶嘛。值得注意嘅係積分咧係有效期嘅，1年如果你唔兌換咧就自動作廢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身邊有60歲以上嘅親朋好友，你記得將呢個好消息轉發俾佢啊！60歲